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京华社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今日终结。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是去互检方以道理背信4大罪嫌提起公诉。认定这郭文哲有伫咧京华社用职律涉嫌收乌西放水，而且佮利用木可公司的名义侵占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滚落清班。检方是甲求刑28年6个月。另外，也有这维京集团的董事长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金星等11个人，嘛去互起诉。警被请西到位行落来人，都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卷入2大案，包括京华城甲政治献金案，在下超过100天后，检方侦查终结，依照涉犯违背职务收乌西钱、道理公益侵占甲背信4大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刑累计达到28年半。柯姓被告有为市长就宣示条例所为之应恪守国家法令、不收受贿赂等事实，其委员矫饰，饭后态度不佳。针对郭文哲台北市长任内的京华城用这类增加到847%个案，检方认定伊涉嫌收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以政治现金的名义，找7个人头汇210万块，做乌西钱的现金，搁伫自年10月19至11月初1某一个时间地点，亲身交付现金1500万的后下，买下郭文哲的行动疑点，伊写的档案内底都有记录，2022 11月初1，姓名小沈。数字1500这个文字，涉嫌协助放水京华城用这律独立业者超过121亿。小心啊，小心！安全的部分有信心。就伫起诉过了后，被告律师嘛伫地检署出现，起诉名单原来有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互人控告收乌西钱超过5200万，协助施加压力。前关警总财务长李文忠，也甲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涉嫌道理罪嫌，拢总有9个人，互检方提起公诉。我们当然是希望以交保为最高。北检找到的关键突破，都是彭先生伫前早自别犯罪，也甲互人当作被手套的前典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也对犯行坦白承认，是得了原起诉处分。饭后尚于办公处所遭查获撕碎便条纸，其上指示共犯出境。郭文哲的大部分乌西钱，检方调查拢交由随行秘书柯志如保管，也为郭文哲办公室查到互掠嘴的便条纸，要求伊随出境。互人认定多邦境外已经发布通缉，当透过司法互助者的管道，请求别国协助遣返回台。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去互检方起诉，这间华社的部分，检方是求刑15年。这间华社用这种例，敢会受到影响，敢就爱停工。台北市府是回应讲，2礼拜内会开会讨论要安怎处理。台北地检署侦查京华社案，2日终结起诉相关的人士，其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涉嫌收乌西钱防起诉。国民党科技会证实，已经伫9月正式甲应晓薇停权。外界嘛关注京华社后续敢会停工。针对这点，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事实到道就处理到道。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处小组，也是由李思銮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我们也会针对如果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整个案件事实到哪里，我们就会采取相对应的作为。接下来呢的2周之内，由李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来召开行政调查小组会议，召集各个局处以及外部的专家学者来研究后续相关的处置作为。为着扣押不法所得，台北地检署9月底就申请扣押京华城土地，以防因脱产。台北地方法院捌2届裁准，不过拢去互高等法院撤销或者是发回更审。台北地方法院经2审了后，25裁准扣押在案。针对京华城20%用这种类争议，哪个议员是共写批评？如果整个决策就是违法的，那这个容积、这个审议就是违法的。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工京华城。当时的容积的给予、都市计划的变更，只要有牵涉到不法的行为，我想这份都市计划的变更是势必要撤销的啦。那这个建造也要撤销的。维京集团发声明表示，因相信新主席甲当前的清标，嘛感谢外界的关心，会听候法院公正客观的审理。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捷运随机杀人案今日一审宣判，20岁姓洪的嫌犯虽然讲主张伊只是要伤害别人，无要共刣死，而且有提出精神鉴定。不过这合议定是无采信伊的讲法，依照刑法杀人未遂定3罪，该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今年5月21日，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不满，挑工选伫台北捷运地铁案10周年迄日，揸3支刀仔去坐台中捷运车线，伫车厢内一刀仔随机攻击，甲2个人扑着伤。台中地检法院26一审照刑法恐吓危害公共罪甲杀人未遂罪等3个罪，判姓洪的查甫人10年有期徒刑。被告所犯上开3个罪行，定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10年。被告的犯罪工具水果刀、菜刀均没收。台中地院表示，姓洪的查甫人承认犯案，敢若伤害故意，佮提出精神鉴定。不过合议庭认为，姓洪的查甫人是有计划去伤害人，佮用自我毁灭做理由，造成社会惊吓，无符合减刑条件。杀人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杀人未遂会当减轻刑期，毋是轻判。依照刑法第25条的规定，它就是可以按正犯之刑减轻之。好，所以最后就杀人未遂的部分，2次的杀人未遂，一次是判7年10月，一次是判6年8月，然后再加上恐吓危害公众1年6月，最后是定有期徒刑10年。我没有什么想法了，就判决就好了。宣判即日，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人拢无出庭，被害人家属讲尊重司法判决。台中地院强调，即个刑期袂当换罚钱，专案也会当上诉。因那民事庭姓洪的查甫人已经甲柯瑞显调解成立，细丽的少年仔甲中介公司也未调解成功。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就要结束啊！新闻世界通今日的大代志回顾，要带大家来看这2024年国内外政坛有啥物风风雨雨。头起先来看这月初上届这个话题，南韩的总统尹锡悦12月初3日向宣布戒严，不过这场地面戒严是仅能维持6点钟就解除，不过伊说是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去互单核目前停止。也那是另外一位南韩的政治人物，在野上大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李在明，今年1月初2去参观釜山新机场的时阵，说是去互野刀仔攻击压棍，一度带伫咧家户病房。这阵尹锡悦因为戒严去互单核了后，李在明就去互分析讲是后一任总统的热门人选。南韩看煞，咱换来看咱台湾的政坛。头起先看到的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去互指控讲，伫咧做市长的任内是收乌西钱上500万。8月27日时阵，检方正式起诉，认定讲伊的行为是恶性重大，甲求判12年。顶礼拜12月19，桃园的地方法院是头一摆传唤郑文灿出庭，而且这个送钱的人是已经认罪。不过郑文灿依然强调讲，家己是冤枉的。法院嘛排定后礼拜12月30要搁传唤郑文灿出庭。这日夜郑文灿看煞，咱换来看民众党的政治人物的争议。当然，目前上届受瞩目的就是前台北市长郭文哲。牵涉经花城道理、收乌西占公益资源，另外佫牵涉用木科公司来侵占政治现金4500多万。今日伊是去互检方甲起诉，求刑28年6个月。也那另外一个官司缠身的是今年7月退出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去互判7年4个月，目前停职。不过，若是伊2审嘛去互判有罪，高虹安就去互解除新竹市长的职务。上尾咱来看哪样？立委甘宽刑，伊嘛是同款牵涉诈领助理费，不过也佫有一寡厝替假买卖争议。1审是去互判8年4个月。不过因为这个案件是无牵涉贿选，所以讲伊目前立委的职位是无受到影响。也若是后礼拜会有上新进展的，就是宜兰县长林姿标牵涉贪污洗钱案件，检方是甲求刑20年，12月31日宣判。包含咱头拄则讲到的，咱的国内外政坛也有啥物争议？咱做伙来看详细报道。12月初3暗，南韩总统尹锡悦向宣布戒严，6点钟后随戒严，南韩国会发动弹劾，第2届才成功通过。尹锡悦向停权规个过程，会当讲是2024年国际政坛上戏剧性的政治剧。 저를 향한 질책, 격려와 성원을 모두 마음에 품고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가를 위해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另外，咱含嘛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要厘清阮室业敢有涉嫌内乱罪、甲滥用职权罪。伊续倒来嘛，阁继续面对宪法法定的罢免审判。因为伫咧新加坡政坛今年嘛有重大的变化，72岁的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5月15正式落任，正后算起来任期要20年，大位是交互副总理黄春才。My generation's story is the story of independent Singapore. We can build a Singapore where everyone succeeds in being the best possible version of themselves. 伫咧英国嘛出现执政轮替，7月初4的国会大选执政14年的保守党大输，工党摕到超过6成的席次，党主席史凯尔才做承任首相。因若伫咱台湾政坛年初的选举结果，执政党毋是国会多数，无完全执政之下，政坛并无稳定，加上那日要三党小连续逼出贪污弊案。民进党的前桃园县长陈文灿获检方指控涉嫌利用土地开发暗收乌西，8月获桃园地检署起诉。另外，国民党的宜兰县长林祖苗因为贪污洗钱案获检方起诉，上紧12月底法院会做出一审宣判。因若民众党的郭文铁因为惊华商弊案、政治献金案，检方日终结起诉，检察官向法院求处28年6个月徒刑，并科5000万罚金，替代公款10年。国内重大的弊案，社会是拢紧紧看。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2004年发生的南亚大海啸，到达满20年啊！迄当阵规模9.1的地震，是引发周边14个国家，包含印尼、泰国、斯里兰卡等等的国家，去互大海啸损断甲真严重。23万人罹难，170万人有落无厝。迄当阵的受灾国家，嘛伫咧20周年即天举办纪念仪式，悼念罹难者。一个梦园内底，妇女听到悼念的歌，头日日替南亚大海啸牺牲者祈祷。Kita kehilangan lah bang kan namanya juga keluarga kita, apalagi abang kita, kakak ipar kan anaknya. Sedih lah bang pokoknya. Yang nggak orang rasain lah gitu kan beda-beda lah kan ininya kan ya sedih lah bang kehilangan keluarga.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外海9.1地震造成南亚大海啸发生，和受害海峡周围国家，包括印尼、泰国、斯里兰卡这些所在，差不多23万人罹难，170万人无厝通转去，到暂时还有人下落不明。各国嘛伫满20天的这一天举办纪念仪式，追悼牺牲者。这场天灾在印尼都有超过17万人罹难，在印尼亚齐省的亚齐地区，有一个台14000多名牺牲者的公墓，嘛举办追悼仪式。斯里兰卡牺牲人数是超过3万5千人，死者家属甲追悼的人组织去坐修好列车到出发地点，追悼因为海啸造成列车排练死亡的1000名罹难乘客。而泰国牺牲者差不多8千人，其中一半拢是外国游客，还有真侪人失踪。牺牲者的家属伫南部沿海的庄仔头板南开幕的海啸纪念公园献花追悼。พี่สาวกลางคืนเราก็โทรคุยกันปกติแต่พอมาณวันนี้เมื่อ20 ปีที่แล้ว。伫泰國南部臨海潘雅會一間飯店，個會舉辦海嘯的紀錄片放映會，也有政府的追悼儀式，甲非官方團體就業活動，會伫無共所在舉行。除了這國家，包括索馬利亞、馬爾地夫這國家，都有上百人伫這場地震內底犧牲。雖然20天過去了，不過這場世紀浩劫，到暫時永遠無法度平復幸存的人，也有罹難者家屬的痛。公司新聞台是董炳玉。根據聯合國甲土耳其政府2023年報告，這土耳其大概是有700萬的囡仔生活喺咧產者當中，是佔全國囡仔1/3。這個產者的家庭，就算逐個月攏有領補助金，有關是無法度應付錢變薄的速度，連基本開銷都無夠。有一寡囡仔甚至是愛去酒吧，也是咖啡廳賣紙賣花，甲厝人鬥趁錢。伊嘛去互形容講是土耳其失落的世代。伫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布上散车所在，11岁的沙欣甲2个小弟5岁小妹伫真暗的公寓内底看電視，媽媽佇厝伊搭入面，簡單的一頓就是一口罩6個人5萬的暗頓。根據聯合國甲土耳其政府伫2023年的報告，土耳其差不多700萬的兒童生活伫咧散車的環境，佔全國兒童1/3，其中200萬的兒童生活伫真散車的環境。 Okula gidemiyorum çünkü param yok. Paramız yok, beslenmemiz yok. Daha doğrusu hiç yok. Ben nasıl gidebilirim söyler misiniz?
沙新的爸爸伫捡资源回收来趁食，国家政府每个月$6200，差不多代表5600块的补助金，其实也是无够生活开销，因为土耳其11月的通膨率是47%，是为了计算，搁比10月起5.1%。虽然财政部长讲每个月$17200，差不多代表16000块的基本薪资无俗，不过民众普遍认为，高通膨率甲国家提供的任何补助拢食去，有一寡善价儿童爱去酒廊，也是咖啡厅卖商品，做到半暝补贴生活。 Ara sokaklarda, caddelerde, ellerinde mendillerle, efendime söyleyeyim çiçeklerle, şunla bunla işte çocuklar ailelerine ve okul harçlıklarını çıkarmak için mücadele ediyor. Çocuklarımız mücadele ediyor. Bakın. Yani anne babayı bırakın bir kenara. Çocuklarımız da hayata mücadele etmeye başladı yani. Şimdi bu çocuklarımız bunu hak etmiyor. 伫聯合國嘅調查，土耳其兒童嘅散車率是34%，散車程度是歐盟也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中排名第2。一寡囡仔為着生活，必須強迫家己成長鬥趁錢，失去當年，所以也互人叫做失落嘅世代。11月份才發生嘅悲劇，伫西部城市伊茲米爾所發生嘅火災，造成5個兒童死亡。因嘅媽媽當時伫捡資源回收，伊嘅爸爸後來是掛手銬，互人護送出家國參加囡仔嘅喪禮。這種嘅畫面，互土耳其民眾真生氣。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泰國嘅社群媒體又有新嘅動物名稱，是在清邁2隻金虎。親像這種斑紋色地較淺嘅金虎是真罕見，喺咧野外出現嘅幾率無夠1%。 畫面內底這兩隻兩歲的孟加拉虎，是泰國清邁夜間動物園內底的虎。伊獨有的花草加上流利的演出，互因才公開表演半年爾，就成做社群媒體的名稱。一禮拜4屆的表演，逐場是攏坐甲滿，甚至有遊客講實在是真古錐，想要甲摸轉去。รู้สึกว่าอยากเอาเอวากลับไปเลี้ยงที่บ้านน้องเหมือนแมวมากๆอยากได้แมวยักษ์แบบนี้กลับไปเลี้ยงที่บ้าน 分数店有这款色水的花雕的虎，叫做金虎，是因为产生黑色素的基因退化，因为分数才会呈现那像较浅的金色。嘛因为这线条较浅色，看落较袂像一般的虎遐尔歹，嘛变做是憨呆佮古锥的模样。有专家指出，这种金虎比分数是白色、有黑色线条的虎，还佫较罕見。人饲的全球差不多有30隻，也若伫野外出現的幾率是無甲1%。 ก็คือเสือสายพันธุ์นี้เป็นเสือหายากค่ะแล้วก็พบเจอได้แค่ศูนย์ขยายพันธุ์สัตว์ทั่วโลกเท่านั้นหรือว่าในสวนสัตว์เท่านั้นค่ะก็คือ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บเจอได้แล้วนั่นเองค่ะ 不過，有專家表示，金虎的出現是因為基因退化，這並唔是好的現象。有部分的繁殖中心甲動物園有可能會為着要追求獨有的花草，互虎近親拍種繁殖。 安尼可能會致使虎一個出世，自來就帶鏡頭，或者是基因出問題比例加懸。這種行為無值得鼓勵。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全世界正出名的芬蘭北極光，這陣因為11年周期的日頭風暴高峰期是看起來當水，去芬蘭欣賞極光的遊客就加真濟。這段期間，這北極光的範圍，而且佫會佫較落南，所以講這北歐的中部甲南部嘛看得到。 So we are going to the very private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lights, no street lights, nothing. It's totally dark. 在去芬蘭北部拉普蘭區的路上，一陣遊客到一個冰凍的河邊景點，因正興奮，前目睭看到一波綠色極光，在陽光燦爛夜空當中閃爍。The tourism numbers have been growing like every year. It's beautiful. You don't want to leave. 每年冬天，拉普蘭區的羅文里米鎮也是有名耶誕老人村，攏會吸超過100萬的觀光客。敢若去年佇遮過暝，遊客都有創紀錄的120萬人次，增加將近30%。太陽已經進入伊11年周期的極大期，而且可能會繼續到明年。 Usually it means more intense geomagnetic storms because these coronal mass ejections, they are these big balls of plasma that are ejected from the sun. And when this plasma reaches Earth's magnetic field, it causes geomagnetic storms here on Earth. 对太陽活動的增加，極光的連貫度提懸，今年用的太陽風暴已經在極光範圍更加南平，更加觸發閃爍，和天頂充滿粉紅色、橘色、綠色甲藍色。公視新聞黃文玲編譯。飯仔葉轉紅，也是山南五花雜色，攏是上界水的風景。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就用这树啊、叶啊做素材，雕刻出温暖的囡仔国世界。伊嘛伫咧这创作当中，找到变做甲家己的过动症相处，咱做伙来看。日本绣雕艺术家李涛提到伊的新作品是一只野河线水龟，人工的绣片，日头照了闪闪细细，也怪人看到草坡顶头的河水。38岁李涛4年前才开始做艺术创作，因为正竞争，于是用叶仔来创作，就是这把水族馆前3组组队作品。迄当阵有上万人伫咧点赞，互伊开始出名，也有真侪人邀请伊去展出伊的作品。何口浮世绘帮会宫本武藏的金退志、富士山36景，还有一寡有囡仔趣味的疗愈动画系列，一片叶仔就展现一个世界，粉丝拢真期待伊的新作品。とにかく子供の頃から一つのことに対する没頭とか集中力だけは人一倍あったので。それを使って何かを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てみようと。葉っぱをきれいも細かい作業なんで、いろんな方法を変えてはいますけど、何か細かいものをひたすらやり続けるっていうのは一つ軸として持ってて。里头也不甲真侪人共款，是一个上班族，不过伊的个性甲职场是袂省下，定定代志袂记的互顶司嘛，压力真大。了，医生诊断发现伊有 ADHD， 也就是注意力无够过动症。伫知影家己为什么甲别人无共款了，就无搁再勉强家己去适应社会要求，甲头脑死掉。因为过动症患者虽然有当时注意力无够，不过对有兴趣的代志是比一般人搁较坚持，所以伫咧接触到剪纸艺术又雕刻的世界了，就做甲真欢喜。总算找到家己的路，甲过动症和解，有安定的生活甲收入。人に褒められるっていう経験が乏しかったので、あと人から必要とされるとか、居場所が自分にはないのかなとか、どうしても自己肯定感が下がっていたところが、こういうことやり始めてからすごい人に感謝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し。でこんだけ自分がやってることで喜んでもらえるんだったらじゃあもっとやりたいなっていうそれが次の作品作る原動力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なんですよ。里头一部作品直直用8点钟久时间慢慢刻，为了要互叶仔软去或者是笔册变形，会拢会先经过化学处理，互叶仔保持定硬。伊讲对经验知影，常春藤也个冷冻烤的食物，因为叶仔上适合摕来创作。即马伊已经做几多本的作品集。差不多每个月伫日本各地拢有个人的展览，也真侪粉丝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